请问7月初7爱拜七牛马，啊咧拜七牛马的时阵爱传什么物件咧？七牛马哦，油饭鸡腿烟肠，就长尔嘛，对啊，对嘛，长哦，上 N 墙就奇怪啊，十八啦，N 墙哎，歹讲哦，系啊，伊这是拜拜要用的呢，是拜拜要用，唔是要送，是拜拜要嘿，用，是拜拜要用。拜七牛马，去牛嘛，去牛嘛，七牛马就织女啦，系啊，哦，像牛啦，对对对，烟墙啦， N 墙，给它抢落啦，烟墙，快点烟肠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啦烟墙， ，N 烟肠哦，跟气好了好了，确定拼落，确定啦，好，来，咱来看这个，不要紧，移回来啊，是，七羊马生啊，七羊马生，我感觉是油饭，油饭，是，因为烟肠甲鸡腿七羊马食拢无好看，嘿，规敢若食油饭足优雅的，嘿对啊，啊个简单炸，吼，你感觉咧？吼，油饭啊，好，油饭，来，咱来看这个油饭。恭喜哦，你就4000块咯！哇，连产4000啦，因为七牛马吼，就是算葫芦的神啦吼，一个葫芦神的代表啊，所以就是讲，咱过去这个啊，若是讲葫芦有心啊，然后爱做月来有无？啊，就爱食鸡酒啊，啊囡仔若满月就爱送油饭啊，所以就是讲像鸡酒、油饭这款物件，就变做是代表葫芦吼生囝的这个代表性的物件就对啦。嘿啊，所以拜七牛马就是爱有油饭，嘿。